女星陈乔恩睽违2年再演电视剧，和中国演员陈晓合作新戏《独孤皇后》。剧情描述史上最恩爱帝后夫妻独孤伽罗与隋文帝杨坚相知相守的一生。不过昨12日，陈乔恩在微博 PO 出张她面戴木头制面具救人的照片，让网友全笑翻。陈乔恩昨日在微博 PO 出她在《独孤皇后》剧中为了救人戴上木头制的面具照片，并写道：“干嘛这样？没有鼻子就不严肃了吗？”还附上咸蛋超人和漫威中格鲁特的照片，让网友看了都笑喷，模样十分诡异又搞笑。但仍称赞面具虽然很蠢，但你一样美，还是漂亮的。不过也有网友突破盲点，直问好奇是怎么呼吸的。实习编辑斜线林宇轩。